人人讲理念，唔啲嘛嘅情况在前面，唔啲人班人行到，冇日嘅票田嘅前面，但係即個係要耶穌裏面，要企在上帝裏面，日田要票田嘅將來，因為到嘛嘅นะ，一個Ibrani希伯來書13條5節嘅俾讓人講到，上帝講愛日令都冇講冇財你，也講冇병hết你，因為到上帝寫實間係個依靠嘅，係個在上帝裏面，天下係個盼望병在一個。耶穌上帝唔是病嘅一家，唔是離開一家。嗱，一希伯來書13條6節咁樣講到，一家後能叫一信心後樣人講，係講上帝做我嘅救主，我唔係驚，係嘛嘅人類，或者係嘛嘅東西，後滅一家撇開啦，滅一家肉啦，冇。因為到上帝前人要解嘅同在，要牽太一家，唔是病嘅一家，唔是離開一家，阿撒一家係相信佢，阿撒一家係依靠佢，盼望病在上帝裏面，一家要入前途嘅票田得信，得票田得到順利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